哇，眼蒙眼澀蒙查查，大燈都一樣㗎咋。如果部車嘅大燈老化咗，燈杯黃咗，你換幾多燈泡都冇用，個燈個光點都唔夠。呢個時候點辦呢？嚟寶德揾我哋。嗱，呢啲咁嘅情況呢，嚟到我哋寶德，我哋就唔係話一本經書讀到老嘅，要睇嗰個燈嘅情況。有兩個做法，一呢就係燈嘅表面翻新，另外一個呢，如果燈內部有問題嘅話呢，我哋就要開蓋去處理。所以呢，花少錢令到眼燈亮麗如新，黑暗嘅路上多一份照明，多一份安全，何樂而不為呢？維修之前蒙查查、黃冚冚。哇！你睇下而家嗰盞燈亮麗如新啦，前路一片光明啊！如果你部愛車都有北上整備嘅計劃，可以過嚟中山寶德揾我哋。我哋有一系列嘅汽車整備服務，27年嘅維修經驗。你講需要，我正專業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柯。